真的只是想把这一波疫情一起努力的挺过去，加油！是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掌声鼓励，欢迎立委，太感动了。我真的是很开心，我们全台湾呢，可以在瞬间有这么多的救命神器。其实我们真的都要很感谢立委，都是立委他当的这个第一个吹哨人来跟我讲这个消息，然后我们就真的做到了。可是你看，我们两个是第一次见面的，对，然后在高铁站他来接我。那这位大姐呢，我只能说，我觉得她是我很敬佩你，你在这个临床30年，对，护理主任是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们整个台湾人都好幸福哦。然后真的很感谢你，就是提出了这个需求。那我觉得真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哎。我现在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啊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。应该是说，也不是我们刻意怎么样，但是就是一个促成，好一个各方面的，就提到这件事情，我真的觉得我也没想到你一下子可以弄出这么几百台，我真的吓到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我觉得有些人呢，他就是有需求的时候，他的讯息写得清清楚楚，这台机器叫什么，为什么需要这一台。这台机器可以提供给病人什么样子的医疗的需求，然后可以给护理人员带来怎么样的方便。他说：“永杰，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急需的东西。清清楚楚的讯息，你就可以完全知道说，它不是诈骗。”对，因为这台机器当时就是我是在我们医院的防疫会议里面。听到我们感控医师在讲这台机器，是那我自己就我是先找了朋友，先捐了2台到我们医院来。那刚好我妹妹打电话跟我，在聊家常，我就跟她讲这件事情，我们医院的这件事情。那她就说，永杰他也很热心在挺医护，他到处送便当什么。他说，也许永杰可以帮忙在这个机器的这个募集上面啊，永杰很快的就打给我了，我也吓一跳。可是我就想说，好，我就把我知道的讯息跟永杰讲。那因为这个真是我们医护专业的背景，所以我知道说这个在 guideline 里面是有提到这台机器，那它是可以减少20到25% 的插管的病人的比率。那还有就是说，其实这最重要就是说，病人如果用呼吸器，它是 on mask， 那他就没有办法吃东西。可是这台机器你用的是鼻导管，它可以提供一个高流量的鼻导管，那病人是可以吃东西。我觉得可以吃到东西，真的在这个时候。真的是太好了，是，所以我就跟永杰讲了这台机器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以为是20-30台，结果是387，我现在的业绩是387。是，那我应该是说非常敬佩您，然后您这么的辛苦，然后还有在当我的这个背后的神队友，你也真的是帮我。出尽了所有的力量，那我觉得真的全台湾，就是我一定要跟你们讲，都是这一位姐姐，这位姐姐真的非常的正直，非常的善良。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大家一起，不要再分彼此了，我们就是互相，你挺我，我挺你，你照顾我们，对，然后我们一定要挺你。我的概念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在临床30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临床，我就是一直在我的岗位上面。那我最喜欢就是到第一线去接触我的护理师，接触我的病人。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所以永杰这样子的付诸的行动，然后这次又来到台南。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行程，我看到医院对他的欢迎，那还有就是大家对他的。的热忱，我觉得我们这件事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值得。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一直很低调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只是想要把这件事情，如果这个机器可以用到一个有需要的病人的身上，这件事情就是功德无量了，就是最大的我们最值得的一件事情。那我是觉得，其实公家跟民间本来就是合作无间，尤其就是我们都是出自于爱台湾、挺政府的这个心态。那我觉得说，希望这次的疫情能够因为永杰这样子这么热心，那
我们可以赶快的把这个疫情这段时间把它挺过去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目的。那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觉得不管大家的，我觉得大家评价应该大部分都是很正面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也是对永杰最大的鼓励。那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我也觉得做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值得。我到现在一直心里都一直还是很澎湃啦，就是一直觉得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，那也很感谢永杰能够让我参与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这个所有的行动。那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会把这件事情交付到我们身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只是想把这一波疫情一起努力的挺过去，加油！谢谢，我还是会继续在临床，加油！喜欢，我爱台湾，加油！我也爱永杰，台湾，我也爱你，加油！